我諗都諗唔到啦嚇，今日能夠見到咁多項目，即係靚女。第一樣嘢咧就係嗰啲組織嘅人啊，真係好嘢，真係好嘢。嘅全班同學都係嘅，個個都係有份支持嘅。我就6年入新法，就哇！我哋試過你好98年啦就離開。咁喺呢段38年嘅時間裏邊咧，我就69即入課室教嘅你哋嘅咧，就係由60至69嘅，所以咧好多同學都未必識我，即係未必知道。我70年咧就調咗個雲福度。再由80年又翻去太子道，咁啊正直，所以嘅呢段時間咧，入課室教書咧就係最初嗰9年，同埋最收尾嗰幾年，因為收尾咧教嘅科目咧就係英文、science、數學、物理都有。咁我想打橫一個溫頭，即係好簡單嘅講，即係呢40年裏邊嘅變化你係唔係好曳啊咁？你只要話係7幾年、75年之前嘅咧，曳亦都有限㗎。喂，嗰堂我呢個係林晨有一杯。不過事實係如此啊！